主后2026年8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拢无看拄会平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腓立比书第4章第19、第9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。所以，我所亲爱所少年的兄弟姊妹，恁是我的欢喜，我的荣光，着我靠主来徛在。我苦劝幼仔碟，嘛苦劝顺道基，恁伫主的内面着同心。我忠实的同伴，我嘛爱你帮赞即两个妇人人，因为应该吉里面以及我其他的同工，捌为着福音，甲我做伙奋斗。因的名已经有记载伫活命册，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我搁讲一遍，着欢喜，着互众人看袂出恁的宽容。主得要来啦，拢毋通看入什么，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兄弟姊妹，总讲一句，遐个会建立好德行的事，遐个值得称赞的事，就是一切真实的、一切通尊敬的、一切公正的、一切纯洁的、一切可爱的、一切通学乐的，这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。恁对我所学习佮接受的、听着佮看到的，这个拢着继续实行。安尼，赐平安的上帝就会甲恁同在。拢无看拄的平安。当人无快乐的时阵，总是四界找求快乐；当人失去平安的时阵，搁较是拼命去找平安。按照常理，一个心寒、冷漠、坐甲失去自由的人，应该是上需要人去安慰、鼓励。但是，人伫狱中的保罗，却写一封充满喜乐的批，勉励腓立比的信徒爱向伊学习。无论遭遇任何境况，拢爱因着主耶稣喜乐。生活在即个世界，咱无毋期望家己的心会当亲像泉源一般，庆出源源不断的喜乐。但实际上，咱的生活中往往充满看如无法度喜乐。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是毋是伊的生活就袂遭遇苦难，也是艰难辛苦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一连热心服侍主、世界宣教的保罗，也为着传福音在受苦。总是保罗虽然为主受苦，却勉励信徒，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我搁讲一遍，着欢喜。常常喜乐的源头，就是甲主结连。保罗虽然伫狱中要心系福音，伊的性命也因为甲主结连喜乐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安怎的性命才是甲主结连的？保罗的劝勉提醒咱，应该拢无看入。这毋是讲人信主了后，生活就完全顺遂，无阁有任何看入。保罗的话是讲，爱甲性命全然交托互主，也就是万事拢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这是偌尔简单，互人印象深刻的答案啊！原来只要借着祈祷，咱就会当甲主结连。
伫即个世界，无任何事物通超越上帝的大能，也无任何事物袂受到伊的慈爱眷顾。咱若有安尼的认知，就会亲像保罗所讲，通经验到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当咱的心有平安，自然会当常常喜乐。基督徒的喜乐，毋是因为袂遭受苦难，虽像咱犹原会面对生活不顺遂、身躯病痛、亲友离开，甚至亲像保罗共款，为着福音在受苦。总是透过保罗的教导和身体力行，咱明白喜乐是来自对上帝的完全交托。既然咱已经甲一切交托伫上帝手里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咱就拢会当以平静安稳的心面对。就算有真侪的未知数，咱犹原会当享受上帝同在的平安。保罗勉励咱，无论拄着甚物境况，咱只要凡事借着祈祷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所需要的甲上帝讲，伊会亲自刷去咱的重担，互咱得到一无跨路的平安。默想，我的性命是毋是一直拢甲主结连？伫遭遇苦难、内心忧愁的时，我安怎得到一无跨路的平安呢？我的性命是毋是一直拢甲主结连？伫遭遇苦难、内心忧愁的时，我安怎得到一无跨路的平安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面对生活中的苦难甲忧愁，我总是感觉无平安、无喜乐。求你互我学习全然交托，搁伫基督中得到一无跨路的平安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